各位歡迎收睇呢一節新聞。農曆新年煙花匯演喺維港舉行，一齊睇下現場嘅情況。今年嘅煙花匯演一共有8幕，歷時大約23分鐘。而家可以見到嘅第一幕名為《金雞報喜廿載情》，以紅色嘅20圖案打頭陣，慶祝香港回歸20週年。第二幕嘅《歡樂年年》就會出現金元寶同埋8字嘅圖案，祝福港人雞年豐收。去到第7幕嘅時候就會以感恩為主題，出現一個又一個紅色心形嘅煙花，鼓勵大家珍惜身邊嘅一切。年初二車公誕，鄉議局主席劉業強喺車公廟為香港求得一支上籤，話香港嚟緊嘅一年凡事吉利。佢認為無論邊一個做特首，香港都會有一番新景象。林穎報導。踏入雞年，香港會換特首。鄉議局主席劉業強按習俗到車公廟為香港求籤。劉業強求得61上籤，解約凡事吉利。籤文係傳來信息果無差，轉運時來自興家，篤志運程需着力，賀天今日賜榮華。解籤師傅解釋，今年香港會轉行好運。車公定籤顯示咧，今年咧香港有一啲好嘅信息、好嘅轉變、好嘅運勢，會轉運時來，可能呢個局勢咧、運程啊、形勢咧會有向好嘅發展。咁我哋香港市民、政府、市民個個人咧，篤志運程需着力，咁大家一齊努力，咁啊香港咧會繼續繁榮，繼續榮華。劉業強話：無論邊一個做特首，香港都會有一番新景象。我認為咧係任何一位當選為特首之後咧，我諗香港係會有新景象。咁只要香港係齊心，拋開以前嘅矛盾、成見，咁我諗係香港一定係會好嘅。另一名解籤師傅就認為，籤文提及轉運時來自興家，意味新一任特首會做得更好。有啲唔夠嘅係嘛，就會補充啲，就會自己檢查不足，或者包括嗰啲嘛未做到嗰啲嘛係嘛，咁樣啊，嘅房屋問題而家仲未解決啦，唔係多建啲房屋咯，係嘛，運多啲地咯。沙田鄉委會就為沙田求得66籤上籤，真金不怕火來斷，誠堅何懼小人言，只管秉心行正道，舉頭3尺有青天。解籤師傅話：籤文解，只要問心無愧同抱有宗旨，就唔同嘅意見都可以磨合取得共識，咁就可以順利同埋安居樂業，行正路講正話，就乜嘢都唔使驚。Now TV 記者林穎報道。唔少嘅市民亦都去到車公廟求籤祈福，有人祈求下任特首可以令到香港減少爭拗，新一年一團和氣。截至下晝嘅5點半鐘，一共有超過38000名嘅善信去到車公廟祈福。黎卓欣報導。入屋叫人，入廟拜神，嚟到車公廟擊鼓3下，等車公知道你嚟咗啦。然後手執線香同祭品，向車公祈求雞年風調雨順。大吉大利。小朋友笑口常開，做父母就梗係希望佢哋學業進步。如果得嘅，梗係可以取消 TSA 啦，唔使小朋友讀書咁辛苦咯。而家係咪真係好多？佢其實幼稚園啫，咁都 OK 嘅，都應付到。但係開始出年高班呢要揀小學啦嘛。如果你一般政府津貼嘅小學，好似功課量呢都比較驚人啊。香港會喺雞年出現新一任行政長官同新一屆政府，有市民就希望有新局面。曾俊華點解？我覺得睇落去個樣開心啲咯，會令到大家都。咁而家新政我諗係阿林鄭月娥啦，咁咯。即係覺得佢點樣？即係覺得因為我諗佢做開公務員，咁佢個架構佢會熟悉啲咯。我諗是但一個佢哋都會盡力嘅啊，咁希望即係大家能夠容忍度大啲啦。即係反而邊個做唔緊要，係大家嗰個即係對行政啊、施政啊各方面嘅容忍度嘅問題啦。車公廟會喺年初2開放至下晝6點，然後喺夜晚11點，即係子時再開放，俾善信通宵祈福。唔少信眾嚟到車公廟都會順便轉個風車，祈求新一年帶嚟好運。咁雖然有傳聞話，如果逆時針轉會帶嚟惡運，不過廟祝都同我哋講，其實只要誠心
順住自己嘅意思轉就已經足夠。除咗廟入面人山人海，門外面嘅攤檔亦都逼滿信眾，買個風車返屋企。檔主就話：初二同初三最多人到車公廟，期望呢一年生意更好。Now TV 記者黎卓欣報導。行政長官選舉參選人葉劉淑儀話：高興鄉議局為香港求得一支上籤，佢相信籤文顯示新一任特首能夠帶嚟新嘅格局。佢亦都話鄉議局仍然未有決定支持邊一位嘅特首選舉參選人，佢會盡力爭取鄉議局嘅支持。其實鄉議局咧，據我了解咧，未有結論嘅。咁就其實佢約咗4位候選人咧，都同一日見㗎啦。我都有安排嘅，邊一日我唔記得咗啦。總之係大家夾好晒時間，同一日去㗎啦。大家都咁多時間啦，我相信鄉議局會公平處理嘅。你有冇信心可以攞到佢哋嗰啲票啊？我希望起碼攞到一部分啦，因為我同新界打交道都好耐啦，1980年開始啦。咁今日過嚟係咪真係算？唔係啊，我年年都嚟㗎，我年年都嚟㗎。探麒麟啊嘛。另一名特首選舉參選人林鄭月娥話：香港要因應實際嘅情況，喺有需要嘅範疇增加公共開支。另一名參選人曾俊華就話：過去10年政府嘅總開支同埋公共開支都有顯著增長，強調公共理財嘅收支要有適當平衡。馮文傑報導。行政長官參選人林鄭月娥喺鄉議局副主席張學明同埋多名嘅鄉議局成員陪同下，到大埔林村出席許願節活動，買咗一批賀年物品，又嘗試拋寶牒。佢之後被問到喺年30晚俾咗500蚊一名懷疑非法行乞嘅長者。嗰日係大年30晚。見到喺街邊有位年紀都好大嘅婆婆就坐咗喺地下，咁我都係出於一份嘅善心同埋憐憫嘅心，咁我希望大家都係唔好去特別將呢件事又成為一個政治嘅事件啦。佢出席傳媒節目之後提到，自己曾經有7年嘅時間負責公共財政，政府應該要因應實際情況加大部分嘅開支。如果係需要投資，我哋必須要咧有呢個決心去用我哋嘅公共財政咧，係為香港嘅未來嚟到去投資。如果我哋喺教育方面係需要為我哋嘅下一代做好教育嘅工作咧，亦都要係有呢個承擔咧，去作出呢個投資。由於我有公共理財嘅底子啦，我亦都係知道基本法對於公共理財係有好明確嘅要求。咁所以必定會係量力而為嘅嚇，並不會出現話隨便令到我哋嘅公共嘅財政係陷於一個困境。另一名行政長官參選人曾俊華指，自己出任財政司司長近10年，政府總開支同埋社福開支都有顯著嘅增長，認為公共理財要有適當平衡。睇啲事實啦，過去嗰5年特首又好Carrie 又好，佢哋都講過咧，社福嗰個增長咧係過去嗰個支出嘅增長咧，差唔多係60%，因為呢個係每一年都係又係雙位數字嘅增長嚟嘅。呢個咧，我覺得我哋應該係即係多個睇法咧，應該係作出一個比較公平啲嘅睇法。曾俊華同少數族裔以及融樂會嘅委員會面大約1個鐘頭，包括身兼選委嘅融樂會創辦人黃惠芬。佢話要接見所有參選人之後，視乎佢哋嘅政綱，先至決定提名取向。Now TV 記者馮文傑報道。另一名參選人胡國興喺大年初2向親友拜年，並冇公開活動。胡國興喺社交網站嘅賬戶上載照片，以行政道自興家為標題。佢話喺年初2嘅時候並冇去拜神，而係去咗拜年，同親友共聚時光。佢之後趁住陽光普照，去到山頂呼吸新鮮空氣，忽然遇上滂沱大雨。胡國興話：佢哋風雨不改，勇往直前，走咗一圈。雖然淋咗一身雨，但係佢相信水為財會更加好運。
轉頭翻嚟有國際消息。繼續新聞時間，一艘載有中國遊客嘅快艇星期六喺馬來西亞沙巴對出海面失蹤。中國領事人員話已經有25個中國遊客獲救。馬來西亞派出過百人出動多艘嘅船隻同飛機喺快艇沉沒嘅海域搜索。出事嘅快艇載有31人，包括28個中國遊客。星期六由沙巴州嘅首府哥打基納巴魯前往著名景點環灘島嘅時候，喺途中失去聯絡。當地傳媒話，出事嘅快艇並冇雷達，又或者係通訊設備。快艇嘅船長同埋一個船員喺較早之前已經獲救。中國駐哥打基納巴魯總領事館早前就表示，快艇已經沉沒，船上嘅中國遊客着上咗救生衣喺海上漂流。國家主席習近平要求盡一切嘅能力搜救中國遊客，要求外交部同埋駐馬來西亞大使館同有關當局保持緊密溝通。本港入境處喺知道事件之後，已經聯絡總領事館同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至今並未接獲港人求助。日本傳媒報道，文部科學省計劃喺新修訂嘅中小學社會科學習指導綱領，明確列明尖閣諸島、竹島同埋北方四島係日本嘅固有領土。陳永偉報導。日本傳媒報道，文部科學省預計喺今年春天公佈最新修訂嘅中小學社會科學習指導綱領。當中喺小學社會科將會首次明確列明尖閣諸島，即係中方所稱嘅釣魚島，同竹島，即係南韓所稱嘅獨島，以及同俄羅斯有領土爭議嘅北方四島，都係日本嘅固有領土。至於中學嘅地理科亦都有同樣做法，更加會列明尖閣諸島唔存在任何領土爭議。公民科嘅指引就會列明日本政府正係朝和平解決方向努力解決北方四島同竹島問題。呢一份學習指導綱領每10年先會修訂一次，現行嘅綱領只有中學地理科教材列明北方四島係日本嘅固有領土。雖然補充教材有提到竹島同尖閣諸島係日本嘅固有領土，但並冇實質效力。而呢一份學習指導綱領具有法律約束力，當局嘅做法被指係要貫徹日本嘅領土教育。新修訂預計喺聽取公眾意見之後就會正式對外公佈，並且於2020年至2021年先後喺小學同中學全面實施。有南韓輿論擔心日本當局嘅做法會令日韓關係進一步受損。南韓民間團體舊年年底喺日本駐釜山總領事館外設置象徵慰安婦嘅少女像，引嚟日本政府不滿。今個月初臨時召回駐南韓大使同駐釜山總領事抗議。Now TV 記者陳永慧報導。法國左翼社會黨舉行總統初選次輪投票，候選人之一前教育部長哈蒙去到巴黎嘅票站投票。哈蒙喺首輪投票得票率達到36%，喺7名嘅參選人之中以首名出線。預料佢好大機會會代表左翼陣營出戰4月嘅總統大選。哈蒙承諾一旦當選，會向所有嘅成人每個月發放750歐元援助。佢嘅對手前總理瓦爾斯計劃喺當選之後下調中產階層嘅稅率，亦都會提升警力，加強國防工作，應對恐怖襲擊。不過，由於同屬社會黨嘅現任總統奧朗德喺過去5年無力振興經濟，打擊咗社會黨嘅選情。外界相信，無論係哈蒙抑或係瓦爾斯出選總統，都會喺4月嘅首輪投票之中被淘汰。美國總統特朗普限制7個國家民眾入境嘅行政命令受到司法挑戰。紐約聯邦地方法官頒令暫時容許受影響嘅人逗留美國。不過，國土安全部就強調行政命令仍然生效。陳翠婷報導。紐約金乃迪國際機場嘅客運大樓外，大批民眾高舉標語，抗議特朗普收緊移民審查程序，限制敘利亞、伊拉克等7個國家人士入境。
What Donald Trump did in the last 24 hours is disgusting, disgraceful, completely un-American, and I'm here in protest. How dare he act alone and sign this document to not let these people in our country. 曾經喺伊拉克戰爭為美軍擔任翻譯嘅達爾維什，星期五持特別移民簽證抵達金乃迪機場後，被扣留超過12個鐘，喺律師協助下獲釋。I support the U.S. government from the other side of the wall, but when I came here, they said no, and they treat me as I break the rules or do something wrong. I surprised me. 三藩市國際機場都有類似示威，反對特朗普將移民拒諸門外。國土安全部話，截至星期六晚，超過370人受到新嘅行政命令影響，包括近100個過境美國嘅旅客，另外170幾人被禁止登上前往美國嘅飛機，機組人員都受牽連。人權組織美國公民自由聯盟訴諸法庭。紐約聯邦地方法官星期六緊急頒令，暫時禁制機場遣返因為行政命令而唔能夠入境嘅人，容許佢哋逗留美國。國土安全部話會遵從法庭命令，但強調總統嘅行政命令仍然生效。當局會依法審查入境者，保留撤銷簽證嘅權利。白宮就指法庭禁令只適用於喺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之前已經上機飛去美國嘅人。賓夕法尼亞、華盛頓州等地嘅州檢察長就正係研究入稟法院挑戰呢項行政命令。Now TV 記者陳翠婷報導。陣間翻嚟再有其他消息。UTV。翻嚟新聞時間，署理發展局局長馬紹祥發表網誌，促請立法會議員盡快通過公務小組超過40項近1000億元嘅工程撥款同埋基本工程儲備金嘅撥款申請。馬紹祥喺網誌表示，立法會公務小組審議項目嘅進度極度緩慢，經過呼籲之後，至今亦都只係通過咗一項涉及大埔頌雅路公屋嘅撥款申請。仲有超過40項大約1000億元嘅工程撥款未處理，而佢更加着急17至18年度嘅基本工程儲備金申請，因為一旦延誤嘅話，除咗1000幾個新嘅小型工程項目可能唔能夠開始，政府亦都冇辦法履行合約，按時支付現正進行嘅7000幾個小型工程，並且可能會違約拖數，影響承建商嘅周轉同埋工人嘅生計。佢呼籲議員高抬貴手，加快審議速度。喺香港，每年有超過600個家庭誕下多胞胎，但係3胞胎嘅個案呢就十分之少有。一次過多咗3個小朋友，父母係點樣應付嘅呢？陳偉利同3胞胎家庭傾過。周海、周恬同埋周岑全部都係4歲，3個入讀同一間幼稚園，一齊成長。為咗照顧3胞胎，媽媽以先辭咗份工做全職媽媽。最初我哋請咗一個姐姐，咁去到6個零月之後，都見到佢已經身心俱疲啦。我哋就請第2個姐姐去幫手啦。3個大人3個細路都係最低消費嚟嘅啫。其實你話經濟係咪一定有壓力？係有嘅，因為我要全職㗎嘛，又要請姐姐啦，咁咪成個家庭嘅重擔都係爸爸孭起咯。2015年，香港有600幾對雙胞胎出世，至於3胞胎或者以上就只有3宗。即使係最高峰嘅2012年，亦都只有17宗。呢一日，阿葉喺醫院迎接3胞胎嘅女出世。佢話：估都估唔到，佢同太太會2年抱4。攰唔攰啊？其實諗住一 step by step 一個，第2個，咁睇情況 OK 嘅、良好嘅或者大啲嘅，等佢哋再第3個。咁你一整係值3個，咁我諗完全唔係嗰個預算嚟㗎啦。一個外傭加上1個陪月，幫忙照顧3個初生 BB， 加埋歲半嘅大仔峰峰，要照顧4個咁年幼嘅仔女，父母唔易做。工人，我哋2公婆，陪月姨姨，咁我4個啊嘛，計埋大仔可以4對4啊嘛，
咁但係如果遲啲姨即係做完個 job，咁咪變咗3對4咯，踢腳少少咯。大仔又電力王咧，你睇下佢未停過。俾單胎嘅媽媽或者家庭，我係辛苦啲咯，因為你3個好多嘢都係乘3啊嘛。佢又話：現時要先解決小朋友嘅照顧問題，至於教育問題，只能夠見步行步。Now TV 記者陳偉利報導。